期13萬，月供3000蚊，你就可以攞低今日呢套啊坦洲全新嘅119個平方，係4間房啊，總價最低咧86萬咧就可以攞低啦。嗱，咁聽到呢度咧，應該好多人會話個位置肯定好偏啦，係嘛？嗱，講真個位置咧係偏少少，但係咧勝在佢隔離咧就係坦洲大道。咁如果有行過坦洲大道嘅朋友都知道㗎啦，如果唔塞車嘅情況下咧，翻到去拱北關口咧，亦都係20零分鐘嘅時間啫。今日呢套單位咧119個平方，嗱總價咧真係80零萬嘅啫。接落嚟咧，同大家詳細去了解下呢個單位。全屋咧係帶埋裝修交樓啦，咁咧佢係2梯4戶嘅一個佈局啊，電梯間嘅空間咧亦都係足夠大嘅。入到嚟呢度咧係得你一戶人嘅啫。咁依家睇到嘅呢個防火門啦，同埋智能嘅密碼鎖啊，同埋呢一整面嘅到頂嘅鞋櫃同埋儲物櫃咧，交樓嗰陣時咧都係有嘅。咁視頻影到係點咧？交樓就係點樣交俾你噶啦。OK， 嗱咁隔離咧就係坦洲大道啦，咁所以咧你翻到去港珠澳大橋口岸啦，或者係翻到拱北關口啦，其實都個位置咧亦都係比較方便嘅。咁去山姆會員店咧講緊咧，亦都係10分鐘左右嘅時間啫。啊，4間房，而且佢每間房啊空間啊，基本上你擺咗1.5米或者1.8米床咧，一啲問題都冇。啊，主人房嘅空間咧，你做2排嘅衣櫃啊，放張1.8米床，空間咧仲綽綽有餘嘅。啊，咁小區整體咧係人車分流啦。咁除咗話有呢個119平方咧，最細面積咧仲有79平方啦，89平方都係3房嚟嘅。嗱，咁呢個戶型咧，令我最驚訝嘅係咧，佢呢個露台啊，有成7.5米嘅。咁頭先咧，我係幫你哋度過咗噶啦。而且咧，佢係一個東南嘅朝向位啊！呢度啊，全屋係帶埋裝修交樓嘅。再講多次，首期13萬，月供3000蚊就可以攞低今日呢套單位。OK， 我會一直發筍盤，直至到屏幕前嘅你哋都擁有為止。Thank you。